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Hello Anfield。咁今場就係利物浦喺美國之旅嘅最後一場熱身賽，半場領先住列斯聯2-0，但係去到下半場呢，竟然連失4球，最終以2-4反輸。如果你只係睇比數嘅話呢，可能會覺得利物浦今場由頭到尾都踢得好差，但係實際情況呢並唔係咁嘅，只係因為兩個完全唔同嘅45分鐘令到今場出現呢一個比數。咁上半場嘅利物浦呢，可能喺伊拉奧拿接手之後，暫時踢得最流暢、最完整嘅半場。球隊繼續有逼搶、有速度，球員之間嘅走位呢，亦開始見到一啲新體系嘅影子。但係去到下半場呢，球隊就好似突然間轉咗另一隊波咁，中場失去控制，進攻亦都完全停頓，防守呢就接連出現一啲低級嘅錯誤。面對住同一種嘅死球攻勢呢，更加重複咁失手。由半場領先2-0，去到最終反輸2-4，呢場波雖然只係熱身賽，但係當中暴露出嚟嘅問題呢，就絕對唔可以用一個季前熱身賽並唔重要呢一句嚟完全帶過嘅。咁條片呢，我哋就會詳細分析下到底呢場波發生咩事，以及今場比賽係咪已經證明咗利物浦喺轉會市場裏邊需要繼續去增兵呢？咁開始嘅時候就等我哋睇下今場波嘅正選陣容啦。門將繼續係馬馬達舒維尼，左右兩閘係卡卡斯同埋費林邦，中堅繼續有恩道偉同埋另一位小將張伯斯，中場有前兩場表現出色嘅約尼同埋蘇堡，進攻位置有域斯 Rio 仔今場就踢翻擅長嘅左翼位置，右翼就有摩利遜搭住中鋒位置係熱身賽第一次上陣嘅伊薩。先由上半場講起啦，今場利物浦其實冇之前起用咁多年輕球員，常規嘅正選呢有卡卡斯、費林邦、蘇堡、域斯同埋伊薩。咁由於球員質素比過去兩場高啦，利物浦開局嘅情況呢其實就表現得唔錯嘅。球隊由前場開始主動壓迫，球員之間嘅距離亦都保持得比較近。當失去咗控球之後呢，亦都能夠快速咁組織啲反搶。同之前幾場熱身賽相比呢，今場上半場嘅進攻流動性明顯更加高。咁蘇堡嘅活動範圍繼續都係非常之大啦。咁除咗協助進場推進呢，佢亦都不斷回後參與防守。有幾次列斯聯嘗試由邊度推進呢，蘇堡呢亦都及時去到防線附近去幫助年輕嘅隊友補位。而喺中場位置附近呢，約尼嘅表現繼續令人驚喜。約尼今場嘅傳球相當成熟，有好幾次嘅快速轉邊同埋直線都恰到好處。利物浦嘅第一個入波呢，就係來自角球嘅攻勢，列斯聯禁區裏面一片混亂，由張伯斯喺禁區趁亂射入，為利物浦喺7分鐘就取得領先。咁對張伯斯嚟講，呢一個入波當然係值得紀念啦。但係除咗入波之外呢，其實佢上半場整體嘅表現呢都唔錯嘅。雖然列斯聯呢就嘗試用啲身體對抗同埋高空波拉嚟唔少嘅威脅，但係張伯斯大部分時間呢都能夠保持到位置，亦都冇因為對手嘅壓迫而顯得過分嘅慌張。不過利物浦喺領先之後呢，其實已經出現咗幾次嘅警號。列斯聯好明顯呢有意利用呢個手榴彈戰術同埋角球，直接將個波送入去利物浦嘅禁區。咁幾次嘅第一點呢都係由列斯聯嘅球員搶到，只不過呢佢哋就未能夠將呢啲機會呢轉化成入球嘅啫。咁所以上半場即使利物浦呢大部分時間控制住比賽，但係死球防守嘅問題呢，其實喺比賽初段已經存在嘅。只係當球隊進攻表現比較好，而列斯聯又未熟習呢一個攻勢嘅時候，問題就冇喺比數嗰度反映到出嚟。去到上半場嘅後段，利物浦開始睇出今場最精彩嘅一段時間。約尼、蘇堡同埋域斯組成嘅中場，無論係節奏啦、跑動定係技術，都明顯比列斯聯高出一截嘅。約尼負責由較後嘅位置接應同埋轉移，蘇布斯利就利用佢嘅跑動覆蓋大量嘅空間。而域斯就喺兩條線之間尋找空位，負責串連住中場同埋前場。呢一個三人中場組合踢出嚟嘅分工同埋平衡都相當唔錯。利物浦嘅第二個入波呢，就正正係呢一個中場嘅配合。約尼喺禁區邊接應域斯嘅傳送，精準咁將個波分去右邊俾費林邦，費林邦就第一時間將個波送入去禁區中路。域斯呢個時候就喺禁區邊突然間加速攝入去12碼點射入。由約尼嘅轉邊、費林邦嘅處理到域斯嘅後上走位，成個入波嘅組合呢都非常之流暢。呢一個入波亦都展現到域斯上年加盟之後我哋比較少見到嘅一面，就係佢後上入攝嘅能力。而費林邦同域斯喺右邊嘅互動呢，同樣係上半場其中一個最值得期待嘅地方。費林邦速度快，助攻力強，
有佢負責拉邊呢，域斯就可以安心移入去中路或者 half space 位置。嚟緊呢，雖然缺少咗沙拿呢個攻擊點啦，但係如果伊拉奧拿能夠繼續加強呢兩位球員喺右邊嘅互動呢，加埋同樣係爆發型嘅蒙魯斯，利物浦喺右邊嘅進攻模式呢，可能都幾令人期待嘅。不過如果今場要揀一名最大嘅驚喜呢，相信唔少嘅球迷都係會揀翻約尼。約尼今個季前熱身賽嘅表現呢，一直都非常之穩定，而今場上半場佢更加係全隊最突出嘅球員。佢最令人值得欣賞嘅地方就係佢嘅踢法實而不華啦，應該簡單處理嘅時候呢，佢就唔會拖慢節奏。見到有機會向前傳送嘅時候呢，佢亦都唔會因為怕犯錯而選擇一個保守嘅選擇。同時佢喺防守方面都踢出一個唔錯嘅表現。有幾次列斯聯就準備喺中場反擊，都係靠佢及時封咗對手嘅傳送路線。咁當然我哋就唔應該因為幾場熱身賽又將一名年輕球員捧到太高啦。不過以目前嘅狀態嚟講呢，約尼真係有機會喺季初取代大部分時間都會缺席我哋季前集訓嘅麥亞里士打。半場結束之前呢，利物浦呢就以2-0領先。如果單睇上半場，球隊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控制住個比賽嘅。列斯聯除咗啲死球同埋手榴彈之外呢，喺 open play 嘅時間呢就並冇製造到太多嘅威脅。咁當時應該唔會有人估到下半場嘅比賽完全係另一個嘅故事。半場之後呢，兩隊都作出唔少嘅調動啦。利物浦就換入咗宗斯、加人貝治、古馬斯等球員。咁域斯、約尼同埋部分上半場嘅正選呢就陸續離場啦。但係估唔到利物浦換人之後呢，整體嘅表現跌幅竟然可以咁誇張。上半場嘅中場節奏、壓迫同埋現位，去到下半場竟然全部消失晒。中場嘅既冇創造力，亦都冇控制力。宗斯同埋加人貝治入場之後呢，利物浦好難將個波可以由後場帶到去前場。當球隊有控球權嘅時候呢，球員之間嘅企位亦都太遠。而當列斯聯搶到個波之後呢，利物浦喺中場呢亦都未能夠及時將對手停低。此消彼長之下呢，結果就係列斯聯越踢越有信心，反而利物浦就越踢越被動。更加令人擔心嘅係利物浦下半場幾乎完全冇進攻威脅。上半場球隊就透過中場互相嘅跑動、邊路嘅配合同埋域斯嘅走位去製造機會，但係下半場換人之後呢，個波好多時只係喺後場或者中場度橫傳，一去到前場就好容易會失波。而成個下半場利物浦竟然係可以完全冇任何中目標嘅射門。列斯聯嘅第一個入波就係嚟自後場嘅一次不必要嘅失誤，卡卡斯喺中路嘅一次失誤俾對手搶走咗個波，列斯聯快速將個波傳到去左手邊嘅禁區，最後就將個比數追成1-2。當列斯聯入咗第一球之後呢，利物浦嘅成隊嘅反應先係令我哋最擔心嘅地方。球隊冇辦法重新穩住戰局，反而立即失去集中力，防線更加越縮越後。列斯聯見利物浦越踢越慌，就更加直接利用手榴彈同埋高空波去衝擊我哋嘅禁區。第二個失波就係嚟自一次手榴彈嘅戰術，列斯聯將個波直接掉入禁區，列斯聯球員將個波線後之後去到遠處無人看管嘅卡法利雲輕鬆射入。呢個入波就非常簡單直接，就係針對我哋防守死球弱嘅老毛病，把握住第二點。更加嚴重嘅係同樣嘅問題其實已經發生咗幾次㗎啦。頭先都講過啦，上半場列斯聯已經透過角球同埋手榴彈好幾次都搶到第一點。下半場初段呢，佢哋都再次用類似嘅方法去製造威脅。即係利物浦其實唔係冇收到警告，而係收到好多次警告之後呢，仍然冇作出調整。好啦，之後講下第三個嘅失波。列斯聯嘅球員地波底線傳中，其實個波嘅速度呢就唔算太快嘅啫。宗斯呢理應就可以快對手一步將個波解圍，但可惜嘅係最終呢，佢就慢半拍，俾隔離嘅朗史達夫射入反超前嘅3-2。宗斯今場下半場嘅表現呢，的確係令人相當之失望。佢帶住隊長臂章，亦係場上其中一名最有經驗嘅球員，但好幾個失波嘅過程入邊呢，佢都展示出集中力不足，冇留意身後嘅對手，同埋反應過慢嘅問題。尤其係當球隊短時間俾人連入2球，作為隊長應該做嘅呢，應該係幫球隊去穩住節奏啦，提醒身邊嘅隊友去保持翻個位置。但係今場嘅宗斯呢，就冇做到呢一點啦。其實對宗斯嚟講呢，今個夏天係非常之重要。得翻最後1年約嘅佢，到底會回心轉意定係會堅持離隊呢？
利物浦嘅中場咧競爭越嚟越大啦，約尼等等嘅年輕球員亦都開始冒起。就算佢最終留隊呢，我諗佢都好需要透過表現去證明自己。至少今場嘅下半場，約尼同宗師之間嘅對比咧就非常之明顯。約尼喺上半場令到中場嘅節奏非常之流暢，宗師喺入場之後咧，反而球隊就失去咗節奏。而去到列斯聯嘅第4球呢，又係另一個嘅手榴彈戰術，個波咧就直接掟入去禁區入邊，列斯聯再次搶到第1點，卡法利雲又一次喺幾乎完全冇人看管之下喺後柱嗰度頂入。同一名球員，同一種進攻方式，幾乎一模一樣嘅防守問題，喺一場比賽入邊，同一種方式失咗2球波，已經唔可以話係個別球員一時失神，呢一個咧更加似係成套死球防守安排都係存在咗問題嘅。到底邊個負責第1點，邊個負責保護第2點呢？當對手主要嘅高空威脅移去遠處嘅時候，利物浦應該係用翻人盯人嘅戰術，定係繼續用區域防守嘅戰術呢？呢一啲問題咧，球員之間似乎都冇一個清晰嘅答案嘅。而死球防守咧，絕對唔係一個可以忽略嘅小問題。英超有唔少嘅球會都中意利用手榴彈、角球或者高空波去製造威脅啦。尤其當對手知道咗利物浦喺第1點同第2點嘅保護係有咁大嘅防守漏洞嘅話咧，之後一定會繼續重複使用。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利物浦上季其實本身守死球咧已經係失咗唔少嘅波啊。所以今場再出現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唔係一個新嘅問題，而係過去一路存在嘅弱點咧，嚟到今季都繼續存在。季前熱身賽其中一個作用咧，就係提早去暴露啲問題出嚟，等教練同埋佢嘅團隊去諗方法，盡快可以解決。今場結果咧，當然唔係咁重要啦，但係如果同一個問題由上季延續到今季，再喺熱身賽裏面重複發生嘅話咧，我哋就必須要認真去看待。咁除咗死球防守之外，今場另一個明顯嘅問題就係陣容深度啦。上半場同下半場最大嘅分別咧，唔單止係個別球員嘅表現好或者差，最大嘅分別係當利物浦換走咗幾名主力或者狀態比較好嘅球員之後咧，其實成隊波咧立即失去咗個結構。新球季利物浦同時需要應付英超、歐洲賽同埋本島杯賽，輪換一定係會非常之頻密嘅。咁球隊冇可能每一場都用同一套正選陣容去踢足90分鐘，亦都唔可以容許後備球員同正選之間嘅差距大到好似今場咁誇張。如果每次換走3至4名主力呢，球隊嘅進攻同防守就即刻停頓晒，咁樣根本就好難可以應付一個完整嘅球季。喺前場方面呢，上場表現唔錯嘅艾利諾入場之後呢，就比較靜。我相信呢，好多利物浦球迷都同我一樣，希望艾利諾係可以成功嘅。因為佢對球會有感情啦，佢嘅技術咧亦都有一定嘅保證，但係似乎佢仍然喺伊拉奧拿手下咧揾緊佢最佳嘅位置。森美卡斯入場之後咧，球隊嘅左邊防守同樣係唔算穩定嘅。至於部分嘅年輕球員，佢哋雖然有潛質啦，但係明顯咧仍然需要唔少嘅時間去成長。我哋防線嘅深度咧仍然係我哋目前最需要處理嘅問題。尤其係中堅方面啦，尼安尼同埋查基特仍然未可以上陣，而即使呢班年輕球員可以回歸啦，但係佢哋其實係未有英超嘅經驗嘅。即使雲迪克之後會歸隊，球隊亦都冇可能淨係靠雲迪克一個去撐起成條防線。右閘嘅情況咧仍然係令人擔心嘅，巴特里咧有排都未復出啦，而費林波今場亦都有啲似係因傷離場。目前仲未知道費林波嘅傷勢有幾嚴重啦，但係之前我哋已經傷咗高美斯，希望今次只係預防性嘅換人。但係即使佢冇咩大問題咧，亦都提醒咗大家，利物浦嘅右閘深度咧依然係非常之不足。利物浦急切需要一名有能力去競爭正選嘅中堅啦，以及一名可靠嘅右閘球員。如果居力斯宗斯或者其他中場球員離隊咧，球隊更加可能要補充翻中場啦。當然我哋唔需要因為今場反輸2-4就否定晒成個球隊美國之旅嘅表現嘅。始終今場咧只係伊拉奧拿上任之後嘅第3場熱身賽，亦都係第一次輸波嘅啫。球員咧仲係學習緊個新嘅體系，亦都有部分主力咧只係啱啱結束假期歸隊，所以佢哋嘅狀態咧係會有少少差別嘅。雲迪克啦、艾利臣同埋蒙魯斯等等咧就會慢慢回歸，咁球隊之後嘅陣容咧一定會同今場有明顯嘅分別嘅。
而且上半場其實俾我哋睇到啦，當合適嘅球員一齊上陣呢，伊拉奧拿嘅足球戰術呢，仍然係有一定嘅競爭力嘅。我認為今場最好嘅總結就係一場真正嘅2個半場。上半場俾我哋睇到啦，利物浦理想之中係可以踢成點，球隊係可以有強度、有組織、有流動性，亦都有年輕球員可以把握到機會，爭取一啲更加多嘅上陣機會。下半場就俾我哋睇到，當中場失去控制，防守集中力下降同埋陣容深度不足嘅時候呢，球隊可以由幾快由一個主動變成一個被動嘅角色。喺季前輸波就唔係世界末日，甚至喺某種程度上呢，而家出現呢一種崩盤呢，可能比新球季正式開始之後出現呢係更加好嘅。至少伊拉奧拿同埋管理層而家已經睇到，其實球隊仲有邊一啲問題需要處理，死球防守需要重新去安排，後備球員需要提升強度，部分嘅球員例如艾利諾同埋森美卡斯都仍然要證明自己可以留翻喺一隊啦。而管理層呢，就更加需要喺轉會窗關閉之前呢，為呢個伊拉奧拿提供更加多嘅支援。如果管理層睇完今場下半場仍然覺得自己呢一個深度係可以踢出年嘅英超同埋歐聯嘅話呢，咁我諗大家呢對出年嘅成績呢都唔好有太大嘅期望啦。下一場比賽呢，利物浦就會翻到去晏菲路迎戰摩納哥。到時呢，預計將會有更加多嘅主力球員歸隊啦，球隊嘅陣容呢將會更加完整。但係我自己認為下場最值得觀察嘅呢，就唔係球隊能唔能夠贏波，而係伊拉奧拿會點樣回應今場出現嘅問題，死球防守會唔會有新嘅安排呢？中場換人之後，球隊可唔可以繼續保持控制力？約尼等等嘅球員又會唔會因為今次季前熱身賽出色表現得到更加多嘅重要上陣時間呢？最後都想問下大家點睇呢一場2-4嘅比賽啦？你哋認為下半場嘅崩盤主要係因為換人之後嘅陣容差距太大啊，係球員問題、集中力問題，定係球隊仲未適應到伊拉奧拿嘅新體系呢？仲有最重要嘅就係利物浦喺轉會窗完結之前，你哋最希望球隊可以簽到啲咩人翻嚟呢？歡迎喺留言區度講低你嘅睇法。咁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